来过来，这件是婚聘的走私案。这个国安局的小校侍卫官吴宗宪甲张兴佳，因为台美私婚，和台北地检署用贪污罪来起诉。两个人共收押得要1个月咯。台北地方法院召开收押庭。吴宗宪讲，伊身为中华民国的职业军人，敢若想要做好长官交代的任务。啊，那张兴佳是讲，伊唔知影安尼做是违法的，尾啊两个人拢互伊100万来交保。有什么想说的吗？穿青色 polo 衫，这个是已经被调离现职的国安局小校侍卫官吴宗宪，较早威风已经无去啊。有没有觉得你很倒霉？好啦，不用再问了。刚刚跟谢谢各位关心哈。那个正义还是需要你们帮忙伸张。因为台铁要私分，和北检依照贪污治罪条例定罪起诉，昨台北地院开庭，吴宗宪表示讲，身为中华民国职业军人，敢若想要做好长官交代任务。对这案子有没有觉得很委屈？同款的被告张兴佳嘛，张兴讲唔知讲安尼是违法，当作讲这是特别礼遇，因为校长有讲过，总统专机出访转来免过海关，是讲这免税品唔是毒品，也是枪支，都无代志。虽然检察官建议法院继续收押禁见，最后法院裁定讲两个人拢是以100万块交保。目前是要怎么打算筹这个100万交保？我现在找朋友帮忙。哦，要筹到几点不知道，现在找朋友帮忙啊。他1毛钱都没拿。吴宗宪的某昨接到两人要搁开庭的消息，马上联络律师，并且为高雄诈20万的现金，后来伊搁欠80万的现金。张兴佳是由律师甲亲戚朋友出面交保证金，不过两人唔拿100万的交保金尔，搁限制住所甲限制出境，袂使串口径。